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南市商局对县市合并升格以来，伫局长李明峰的带领，不但连续6年得到中央评定全国第一的单位，同时嘛是6都当中唯一6连霸的直辖市。伫今年成果发表会当中，更加以古迹维护加防灾作为成果。并伫赤坎楼、孔庙、甲大天后宫设立自主性的防灾设施，得到城市安全的创新成果奖。我们合并之后呢，台南的古迹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是首创全国，那跟文化部争取预算，订中程计划来做这个古迹的防灾的设施以及古迹的消防演练。那么把我们这个古城的守护呢，这个古迹守护呢，把它做得更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获得这个警察大学的这个教授呢，来简贤文简教授来跟我们称许，那么也是全国首创的。那么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呢，文化局能够持续来接棒下去，让我们的古迹呢能够永远都保持安全。除了古迹维护甲防灾，另外伫灾害防救深耕计划当中，商局嘛甲第一线的区公所以及专业的协力机构新台防灾研究中心来合作，按照各地区的灾害前世类别进行分析甲模拟，建立防救灾的资料库，提升第一线防救灾能力。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所开幕的政见概念馆，伫国庆即天，就来了一个特别的人客，也就是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王伟哲。林义峰嘛趁这个机会，甲王伟哲介绍伊的10大政见。会后，林义峰嘛前往王伟哲的城市愿景馆参观，现场嘛甲王伟哲体验侪馆内的设施，同时嘛听取王伟哲的政见分享。双方对即间的参访拢感觉收益满满。拢认为对方的政见有侪会使学习的所在，因嘛认为安尼的君主之争才是新政治新典范的开始。新的政治需要新的典范，那我想就从台南开始，我们为台湾树立一个新的正面的力量。那么今天借着这个，刚刚看了林义峰市长他的一个政见这个政见概念馆，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就是说。等一下，他也会去看我们的城市愿景馆所以说借着这种所谓的政见的交流，还有互相学习彼此的理念的优点，我们可以这个有竞争，但是也会互相欣赏。我觉得其实进行一场君子之争，这是好的。第三个，我们今天黄文玲县长也在这边其实我们都会互相约束，就说不攻击、不抹黑，最重要的是不贿选。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带给台南市民一个新的优质的选举，也就是今天来这边的目的。我感觉那个委员相当的用心，如果和他在那立法院一样，永远是第一名。我感觉真的学习的地方也是很多，因为他做的是比较年轻人的东西，给年轻人有一个也是舒压，同样有一个舒压的地方。他从头到尾介绍非常详细，所以这个愿景馆呢，确实是他以后当选市长，他就会照这样去做。这个是台南乡亲的福气，所以我感觉是今天是给我上一课。其实会有今仔日这种活动，除了双方候选人拢认为对方值得学习以外，嘛是因为市议员候选人林树杰的牵线，来促成这场充满意义的参访。咱会讲会当讲非常欢喜啦是咱台南市未来市长上可能出线的2位候选人，今仔会当来做这个市情的交流树杰嘛会当讲非常的荣幸因为林董事长是我上届朋友，伫黄伟哲的这个
一个意愿之下，事计来做这个串联甲这个安排，咱促成着这组两位上有可能代表咱出任着咱后届市长的候选人来做这个市情的交流啦咱感觉非常的荣幸。嘛来塑造着一个讲选举毋是单演销的，单竞争，单批评，单口水，嘛会当有一个惺惺相惜，做正面，来树立着一个民主的典范，这是咱乐见的。会后，双方嘛写下对台南的愿景，并放到许愿树顶头，希望未来不管是谁选到市长，拢会使对台南有好的发展，嘛期待台南会使有更加好的未来。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即届提出一个重大的观光政见，就是希望将渔光岛这个所在打造一个热兰遮城，让伊成为观光的新光点。苏焕智表示，渔光岛不但是大部分拢国有地，政府运用起来较方便，并且也甲古时阵的热兰遮城同款，是一个沙洲。所以，伊认为只要实现这个愿景，就当一口气将台南观光提升到国际规模。那我们也认为应该重建台湾第一所教会，那么包括台湾第一个商馆，那当然我们用重建热兰遮城的大园市政作为一个代表了哈。但是它的价值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整个台南的观光要吸引国际观光客，也要变成一个在这个全世界谈的一个国际观光城市里面。台南变这几个国际观光城市，你有什么卖点，足以让人家说你是一个国际观光城市？那我们认为，台南的主要的卖点就是17世纪这一段历史，就是大航海时代你的这个热兰遮城是一个亚太营运中心啦。那要讲咧，咱用今麦概念就是讲亚太的贸易中心、营运中心啦所以呢。那么，它对整个台湾的历史的发展进入这个国际舞台，所以这个是台南国际化国际观光客进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非常重要的资产。重建热兰遮城目前由民间咧规划，由台湾知名的魏德胜导演找找资金当中，伊想要伫咧后壁区来起。但是，台南市长候选人苏焕智认为，安尼重大的建设应该由政府单位来主导，并且不止用来做影城，阁要朝向着国际顶级的观光景点来规划，才会当有效来带动着台南的观光能量。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竹溪流域周边的景观改善工程，第2期目前正在进行公开展览。预计近期内将会进行发包，不过因为家己的土地还阁有租约，加上附近阁有摊商的承租，对此地主甲摊商上午透过议员李文静甲罗坤福认证，认为市府伫个无甲地主和摊商的协商之下，就要将整个工程发包施作，根本是要拆厝赶人。土地还未有一款的一个清楚的解决的进程呢。因为咱这虽然讲是前瞻计划的经费，虽然讲有这款的工期的一个压力，也是讲经费收到等于一个压力，但是呢，应该咱就有程序的一个正义啦。恁今仔日住咧做产的发包，大家拢唔知影。即摆是啥？是要用当作强盗安尼你感觉迄一沓拢是饲一口罩、2口罩呢？恁到时就讲恁今仔日发包落去，好，连甲啦、拄啊啦、摊完啦、过赢，你要用啥赔人啦？根据地主承租户代表蔡新田的查某囝表示，虽然本身嘛是历史出身，不过对着祖先教育5代，对民国5年到现在拢住伫个体育公园内面。因为土地是属于375租约，家属认为因并无反对竹溪周边的景观改善，不过至少要甲家属承租户协商，临时话拆就拆。你每一个东西都调查清楚，你不知道有人住在那里，你不知道有人家的龙眼，你不知道有人家的树木吗？那谁设计的？设计这个能看能用吗？你们现在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假设我们没有发现？你们是不是打算就用优势警力排除，用大型的机具进去？
土地没有纠纷，房屋有纠纷不能点交的情形，为什么硬要发包？阮来问的时阵，第一用骗的，讲无用，就恁的土地做另外一边。第二甲阮讲把紧，无咱先发包啊变更设计。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说法。你明明知影这领衫袂清钱，你硬要甲买单以后说我收起来，我改较细领。世界上没有这个道理啦。对此，市府体育处甲水利局则回应，因为土地地主是台南市，而管理人是体育处。虽然目前租约搁伫咧诉讼当中，不过水利局为了工程的整体性，整个规划还是会持续办理。第一点就是吼，这主张几笔土地吼，所有权人拢是台南市啦吼，啊管理者拢是体育处，吼，我只是体育处的代表嘛吼。吼，第一点是爱说明清楚，这所有权人都是台南市，哦，那管理者都是体育处哦，好，那再来就是针对蔡家哈是有一些诉讼案在，这是确定的哦。那目前还在进行中，那蔡家也要提出新的诉讼我想诉讼那当然是走司法的程序嘛，这是蔡家的权利嘛哦。在有些发生过的事实哦，咱讲尊重这已经发生过历史这属性的，这我这是要讲尊重的。蔡家有什么权利，咱当然有法律去判你。公务人员其实上惊是惊贪渎了，只要在合法的范围内。怎么对蔡家一些照顾，甚至对摊商的照顾，在合法的范围内，我想市府的长官一定都会很支持对伫双方的坚持，虽然发包工期无法度改变，不过整个规划案目前搁正伫咧公开展览期间。水利局承诺，如果民众有意见，拢会用个反映做修改。不过议员则要求，只要土地租约无解决，整个发包工期就要暂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午由台南美术馆的馆长潘凡甲台南大学的校长黄宗宪共同签署着馆址合作意向书，就是希望伫咧未来台南美术馆除了静态的展示以外，嘛当安排较侪美学教学的课程，互艺术会当更加踏进着民众的生活当中。台南大学也表示，未来会全力来配合来推动艺术。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跟台南市立美术馆有这样一个合作。那我们呢，首先呢就是我们有人员的这个合作，我们有很多的艺术创作的教授包括音乐的、剧场表演的，还有画画的。那么这些老师呢，可以跟这个台南市立美术馆在这个研究，还有展览。或者是有关的这个美术教育的这个推广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互相来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艺术学院里面的学生呢，有大学部的学生、硕士班的学生。那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在这个美术馆这边的实际的一种参与这种展览的一种策划啦、实习啦，或者是这种空间的一种。布置，还有甚至艺术作品的一种展览服务等等，这些呢，也是我们可以合作的一部分。双方的合作传达出对彼此的肯定，也期待未来会当伫咧展演交流以及艺术人才培育有更加亲密的合作。希望会当将艺术的感动带予更侪人，共同开创着府城文化的新局面。台南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对唔知什么是舞蹈，有什么应用价值，到现在已经变成多姿赛一道一道研发食材澎湃料理。这种舞蹈演呈更是今年上新的产品，希望伫团圆的日子，甲亲朋好友做伙来品尝这节节幸福的好滋味。确实有新市农会经过10冬的努力，不止让舞蹈内销的市场对无到有，嘛已经成功进军国外。10冬来增加20倍营业额，毛立伟、吴伟铁等各界贵宾共同来见证舞蹈产业文化成果。毛豆公主陈莹莹小姐不但人长得漂亮，歌声也非常美哦！哇，这个啦啦队真棒哦！毛豆先生和玉庸先生帅哥，他要展现的是我们的毛豆面伴手礼，是我们2017年农渔会的100大精品，这是我们获奖的产品哦。
2018年对10月下旬开始的舞蹈产业文化活动，到何尚武伫记者会中，舞蹈公主甲王子等大家人也亲自展示今年所开发的伴手礼，而且大家11月3号拢来南科舞蹈园参加舞蹈节。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呢，可以让我们台湾人更了解说毛豆它的营养价值，在我们的现在的养生的饮食文化当中是扮演着一个很好的角色。那我们10年来立志于很多不同的活动来去做一个推广活动的话，目前岛内的市场的这一个毛豆的营业额已经成长了将近20倍左右。那而且从各个层面来说，我们让更多元族的这个族群来了解我们的毛豆产业，来饮用这样的食品，那让我们的新式毛豆推广的过程当中，让大家的国民的生活品质也有不断的提升。新市农会强调，今年所有活动拢会选到户外，连大家年的选拔嘛是第一摆选到历史，欢迎市民到时做回来认识新市的绿金产业。等新闻官及采访报道。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中华民国资深青商总会所举办的2018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形团奖，今年已经迈入第25届。这次总共有102件投件参赛，经过评审团严格评审之下，最后选出12位艺术大师入选这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形团奖的荣誉。11月11号将伫咧新营文化中心举办颁奖典礼。中华民国资深青商总会。伫20个当前，发现着伊的存在建立心中的这个信条、小目标，注入了成就他人，是人自我最真实的话题。啊，到着咱的这摆咱的委员会团队，嘛是团队的理念就是做每一件代志，对家己好的就是成功。若是对别人好诶，叫做成就。为了遵守这段信条，甲这个理念，阮台无协会，来办了25届的这个新团奖活动，成就了275位的新团大师，受到社会的肯定，予伊多地多顺，嘛伫咧正面予伊信心甲鼓励。资深青商总会嘛表示，这次会当伫咧上有文化底蕴的台南市举办，对着活动来讲嘛特别有意义。另外，嘛要感谢台南市政府、立委黄伟哲以及议员郭清华的大力帮忙，才会当让活动举办更较顺利。台南新闻张文忠采访报道。曾经是会感朋友的陈建荣、杜振佳以及陈俊如，伫着主治骨髓干细胞中心的斗三工配对医师成功，嘛互性命伫着顶头生。伫出院以后，回到厝休养的时间，感觉体力愈来愈歹，所以开始小少运动，组成骨髓斗牛队，希望透过拍篮球来锻炼身体。当初会成立这个，就是因为刚移植完都没运动，都待在家，想说要出来运动这样子。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体力都很差，然后每个为了要增强体力，大家就是找一个运动出来，所以才会成立这个篮球队。因为在家里也是无聊，就干脆就大家一起出来运动这样，然后找周围的朋友一起这样互相认识。主席骨髓干细胞中心嘛表示，看这3位血癌朋友配对成功，恢复健康，对其他患者来讲嘛是一种鼓舞。所以呼吁社会上有爱心的民众做伙加入捐赠骨髓行列。今天看到这3位这么恢复这么健康的受赠者，其实一方面对很多正在进行治疗或者刚被宣判被确诊的病患来说是很大的鼓舞作用。他们看到这么多恢复的，有这么有活力、这么有体能的受赠者，其实他们未来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进行。那在一方面，我们也呼吁社会大众，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你们卷起袖子就可以让病人得救。你们愿意捐出10cc 的血样来建档，加入我们骨髓资料库，其实就成就生命的重生，让很多家庭可以继续圆满下去。成立25档的主治骨髓干细胞中心，在各地拢举办验血、建立档案的相关活动。在1月3號，埋在新北市三重正書堂舉辦25周年慶，邀請歷年來受贈者以及捐贈者來相見面。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流行真久的珍珠奶茶，不管是口味也是口感，拢轰动全世界，更加是台湾的骄傲。所以，开发出全世界第一杯珍珠奶茶业者，就决定将每一档10月定为珍珠奶茶诞生月，为10月份起举办一系列庆生活动，要来邀请爱用者做伙来庆祝。我每次来都会点一杯，就是国宴真奶，它相当的清爽，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很浓郁，然后但是不会太甜，就是喝完整杯之后就觉得很想再点一杯这样。台湾人一档就会当啉掉11杯饮料，创造出无限的商机。这嘛，互业者看好珍珠奶茶建立，同时嘛希望将这个专属台湾人的骄傲推广到全世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感受到珍珠奶茶庆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